以弗所書第1章，奉神旨意作基督耶穌使徒的保羅，寫信給在以弗所的聖徒，就是在基督耶穌裏忠心的人。願我們的父神和主耶穌基督賜予你們恩惠平安。我們主耶穌基督的父神是應當稱頌的，他在基督裏曾把天上各種屬靈的福分賜給我們，就如在創世之前，他在基督裏揀選了我們，使我們在他面前成為聖潔，沒有瑕疵，沒有愛心。他按着自己美好的旨意，預定我們藉着耶穌基督得着兒子的名分，歸屬於他，使他恩典的榮耀得到稱讚。這恩典是他在愛子裏賜給我們的。我們在他的愛子裏，藉着這愛子的血，得蒙救贖，過犯得以赦免，都是按着他恩典的豐盛。這恩典是用他各樣的智慧和聰明，滿滿地傾注給我們的。他按着自己在基督裏所定的美意，使我們知道他旨意的奧秘。當所安排的時候滿了，就使天上的、地上的一切所有的，都同歸於基督，以他為首。我們在基督裏得了基業，是按照神的意旨所預定的。這位神按照他深思熟慮的旨意行萬事，為要使我們這些最先把盼望寄託在基督身上的人，可以讓神的榮耀得到稱讚。你們在基督裏也是一樣。你們既然聽見真理的道，就是使你們得救的福音，也相信了他，就受了所應許的聖靈為印記。這聖靈是我們得基業的憑據，直到神的產業得贖，使他的榮耀得到稱讚。